之所以是个渴望成就，因为咱都记迄单言，其实毋要单言，乃迄宽容的调。愿由于三年沉沦，乃愿人人就悔改，必得好事山中救济。主你救赎我们，召集我们为你征战。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，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顺服你旨意。祝我们真实的悔改，会转到你面前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主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，会升到你喜悦。主以你救赎爱的，召集爱的，为你征战。主爱的同心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，求你赦免爱的，得罪了你。从今不离弃爱的意，顺服你旨意。主爱的真实的悔改，会转到你面前。求你赦免爱的给罪，谁将爱的给心，就再白赐下你恩典，再白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爱的善良，为你来发。真实的悔改，会转到你面前。求你赦免爱的给罪，谁将爱的给心，就再白赐下你恩典，再白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爱的善良，为你来发。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，求你赦免他家的罪，谁将他家人的心，就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白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他家人善良，为你。